气象署伫今仔日透早5点半，已经针对拥有风台发布海上风台警报，按算伫今仔日下半晡就发布陆上的风台警报。赶紧来听气象署伫拄则8点40详细的说明。 气象署已经在今天清晨5点30分，针对第11号台风杨柳发布海上台风警报。我们要特别提醒，在巴士海峡以及台湾东南部海面航行及作业船只，应该要严加戒备。另外，这个台风预计明天会直接影响到台湾，为台湾带来强风以及豪雨，提醒大家要趁今天做好所有的防台准备工作。我们从今天早上8点左右的卫星资料可以看到，台风目前已经来到台东的东南东方大概730公里左右的位置上，目前是一个中度台风，气级风暴风半径120公里。我们预计台风在未来逐渐朝西北西方向前进，接近台湾过程当中，它的强度有持续增强，暴风半径也有持续扩大的趋势。 目前的警戒区域包括了台湾东南部的海面以及巴士海峡，但随着台风逐渐的往西移动，我们也不排除其他的海域，甚至在今天下半天，我们有机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，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。而浪的部分，从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也会显著的增强。今天各地沿海的浪都还不是很大，但是到了晚上开始，东半部沿海的风浪会逐渐增大到2米。明天各沿海普遍浪高会超过3米，尤其是在台风中心附近，甚至有5米到8米左右的大浪。台风在逐渐往西北西方向的过程当中，预计会是在明天的白天这一段时间，它会逐渐的通过台湾上空，到了明天的晚间进入台湾海峡。因此，明天将会是这个台风为台湾带来比较大的风以及比较大的雨的一天。 今天深夜开始，台风外围环流的水汽逐渐移入了基隆北岸、宜兰这边，会开始有些阵雨出现。不过最大的降雨预计会发生在明天台风通过的时候，包括东半部地区、嘉义以南跟澎湖，可能都会有大雨甚至豪雨以上的降雨出现，其中包括花东地区。 南部山区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，其他地方雨势相对来说没那么大，不过在山区也可能会有局部性的大雨出现哦。那这个台风它移动速度很快，预计主要的影响是在礼拜3到礼拜4之后逐渐的远离。除了清晨的时候金门可能风雨还比较大之外，到白天开始各地的风雨都有明显趋缓的趋势。